小喵。好，你叫手，再叫手，三叫手。第中华民国岁次丁亥年，咸水河北宫天上圣庙北巡10月27，到了王家家中，甚至讲安尼，有个比喻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处时无灾，发展有条。我国风景陆续无尽，经济永旺，富贵相传，凤祥化吉。一颗手，再颗手，三颗手，小样。这位规备，我差规备，会倒呀。哇，较长啊，有啊，你3毛啊，那加这个加少一个。喂，再跳手，三跳手，起，再跳手。4叫手，5叫手，6叫手，7、3叫手，7叫手，8叫手，9叫手，内成好。